权益促进协会理事长王美君讲出一个确诊死亡者的家属的心声，讲因为防疫的规定，所以伊的妈妈人生最后的一段路，是一个人孤孤单单，互送去火化，嘛互牵手50年的老爸爸情绪崩盘。虽然家属会当来体谅24小时内火化的处理方式，但是听到指挥官陈时中的发言是真火大。王美君讲无毋对，是无规定24小时内爱火化，但是有规定讲袂使冰存。安尼若是无火化，是要甲遗体囥去倒位咧？王美君批评陈时中根本就是甲责任撒互病院、殡葬业者甲地方政府。人往生却因为为着病毒，亲人袂当来送，这是疫情下的利变。验过即晚，儿童权益促进协会理事长王美君接到家属的认情，出面批评指挥中心。部长也知道说很容易被人家误解，那为什么他不能够面对他自己这样的一个错误？一个指挥官他必须要有担当，而不是一直不停的甩锅。可不可以冰存？不可以。那请问你没有规定24小时要火化，这些遗体要放在哪里？王美君表示讲，顶个月有一个负责人因为人无爽快入院治疗，想要告诉为着病毒，5月20日新决定讲遗体就随送殡仪馆火化。虽然家属会当体谅24小时内火化处理的方式，因为无人想要为着病毒，嘛无多承担为着的风险。就算唔敢嘛无意见，也不想要告讲指挥官陈时中这句话，并不是陈副指挥官规定说要24小时，希望能够尽速的前提下。他认为在丧葬业者都有在24小时内完成相关的事情。无多谅解讲政策随改变变做24小时内通报，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对？第一线的殡葬业者嘛讲有一个明确的规定。中央跟地方政府嘛有配套，要修卖修好啊，后边来这拢无讲。政策政令一致后，然后统一公布，然后配套能有一致的配套。有些家属就是他没有见到亲人的最后一面，就比较惋惜这样。在疫情下，中央地方政府免得让往生者有尊严行完伊的人生路，同时嘛照顾到往生者家属的心理，分无遗憾。这部分政府爱阁用心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